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思想嘅題目係不要憂慮。喺戰事好慘烈嘅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期間，有一個法國嘅士兵口袋裏放咗張嘅字條，佢每朝早都攞出嚟讀，為自己打氣，提醒自己唔好憂慮服兵役嘅危險。呢張字條係咁樣寫嘅：任何嘅事都有兩個可能性，一係我派到前線，一係我派到後方。如果派到後方，我就唔需要憂慮。如果我真係派到前線，我亦都面對兩個嘅可能性，一係我派到嘅戰坑係危險嘅，一係我派到嘅戰坑係安全嘅。如果係安全嘅話，我就冇需要憂慮。如果我真係派到嘅戰坑係危險嘅，我亦都面對兩個嘅可能性，一係我係受傷，另一個可能性就係我唔受傷。如果我唔受傷嘅話，我就唔需要憂慮。如果我哋好不幸受傷嘅話，我哋同樣面對兩個嘅可能性，一個就係受傷之後可以康復，另一個可能性就係死亡。如果我哋康復嘅話，當然唔需要憂慮，即使死亡都唔需要憂慮，因為人都已經死咗啦。主耶穌提醒我哋唔好去憂慮。喺馬太福音第6章27節，聖經話：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？主耶穌提醒我哋一個好重要嘅事實，憂慮大體上係冇用嘅，因為憂慮唔單止唔能夠增加我哋嘅壽命同埋財富，反而令到我哋嘅健康受損。一個人做咗個簡單嘅統計，喺佢一生憂慮嘅事情當中，佢發現4成憂慮嘅事根本係唔會發生，而1成嘅事情根本係冇根據，1成憂慮嘅事根本係無關痛癢嘅小事。只有4%嘅事情真係值得我哋去擔心關注嘅。所以主耶穌話：何必憂慮呢？何必為衣裳憂慮呢？你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？它也不勞苦，也不紡線。然而我告訴你們，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，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。你們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，明天就丟在爐裏，神還給他這樣的裝飾，何況你們呢？我哋唔需要憂慮，一方面憂慮係無補於事，更加嘅，我哋嘅天父會看顧我哋，供應我哋，會俾出路我哋可以放心。